隐身在巷弄里的这一间餐厅呢，如果不是有人帮我介绍的话，我还真不知道会有这一间餐厅呢。而这间餐厅呢，它走的是所谓的异国风料理，然后它里面的布置呢是非常的温馨，非常的居家，让你进到里面呢，你就会有一种很放松心情的那样子的感觉哦。所以我觉得这家餐厅呢，让我的感觉，我刚才到里面晃了一下，我觉得还蛮舒适，感觉上呢，好像是回到了自己家一样，而且据说呢，它的餐点是非常的多样化的。那至于是什么样的一个多样法呢？现在我就要带大家进去里面看一看，而且呢，要带大家来品尝哦。坐落于高级住宅区内，沿着窗框爬满植物，各种种植的盆栽与摆饰品，若没仔细瞧，还真不知是间餐厅呢。走入屋内，尽管坪数不是很大，在装潢风格及灯光上采用暖色调，让人深感温馨舒适。复古式的格子窗，红砖堆叠的柜台，布偶、摆设饰品、干燥花、吊钟，充满异国风情。仿佛时光机回转到上个年代，又像是走入格林童话世界里。这里还有贩卖一些玫瑰相关产品与手工毛巾。通往2楼的户外楼梯转角养了2只可爱的柴犬，这可是店内最具魅力的招牌店员。楼梯间的摆设更是可以看出老板的用心，老板的巧思。2楼的空中庭园又是另一番风情。想看空中庭园，可得要事先预约哦。店里的餐点非常多元，话不多说，马上请老板来介绍。我们先从意大利面来介绍起了。那这一位呢，要请大家来介绍的是老板葛金龙先生。老板好。维珍美女好。啊，你好，要不要跟观众朋友们？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好，那老板，我要先请你从这个樱桃鸭意大利面来介绍起了。是的，我们的樱桃鸭意大利面采用的是宜兰的樱桃鸭胸，因为它的肉质比较鲜嫩，而且它的油脂也够，加上我们的特殊的酱料，我们自己做的白酱，还有辣酱，是，搭配起来，它的口感非常的美味可口。这个樱桃鸭产在宜兰3星哦，然后再来就是因为说那边的水质非常的干净，而且没有任何的污染，所以呢，这个樱桃鸭呢，它就自然的是非常的油脂丰富，而且肉质细腻啊。不止很鲜嫩哎，真的。真的吗？真的，谢谢。吃一下我们的意大利面的面条。意大利面是有特选的吗？当然啊，我们是有特选它的面条，它来自西班牙。哦，西班牙哦，对，很 Q 哎，是它的 Q 弹，是它的口感，好吃，有自然的麦香，真的跟一般的意大利面不一样。是。那接下来这个呢？鸡腿奶香意大利面，有经过油炸，还有酥烤，所以它的皮是脆的。鸡腿有经过油炸？是的。我小时候常跟我哥抢鸡腿。吃一下它的口感。鸡腿好嫩，好好吃哦。它的皮是不是脆的？对。好吃好吃。好，那还有这个呢？对，我们都是采新鲜的菇类，杏鲍菇，所以它的菇类的种类很多种，不用罐头的产品。那么接下来我来看一下这个石锅拌饭是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嘞？这应该怎么称呼啊？这是鱼排石锅。鱼排石锅，那你的鱼排有什么不一样？我们是采用旗鱼。哦，你用旗鱼哦？旗鱼。想用它高成本的。旗鱼排绝对是敢花给客人吃到最好的东西。其实我跟你讲啊，这个韩国人他们
非常讲究五行说啊，所以这对石锅拌饭呢，一定要上面有里面是五个颜色五行的蔬菜，对，所以是一定要有的，五个是的颜。色那维珍真的是内行的，真的，我们里面的它下面的油是采北港的麻油，哦，采北港的麻油啊，是，所以它的味道真的是很特别，而且它出来是有里面是有锅巴的。对，讲到锅巴啊，我跟你讲，真的，你吃石锅拌饭没有吃锅巴，那就真的不对。而且它下面的锅巴哦，你一定是要把它压一压才会有锅巴。对。如果说石锅拌饭来哦，你马上就很快速的搅拌，我跟你讲，吃不到锅巴。哦，有看到锅巴了吗？啊，有看到了，而且没有，这就是锅巴我们是保持它的热度。而且它的疤的形成之后不会焦，哦，不会焦啊。嘿，它哇，自然形成一层那个薄薄的锅巴在上面。哇，你看它的锅巴吃起来可以吃到它有点脆脆的，是哦的，好棒哦！我最喜欢吃这个锅巴了，像市面上啊有在卖那个锅巴啊，然后我就会去买来吃。好，那你的旗鱼酱，旗鱼我来去看看。好幸福哦！有没有特别的味道？有吃到椰浆吗？有吃到有椰浆的味道哈。你们怎么想说要用椰浆啊？我觉得这样子搭配起来刚刚好，而且它的香气正好。锅巴好好吃哦！谢谢。放越久越好，而且你要把它往下压，对，哦，对不对？内行的。哦，锅巴太好吃了。真的搭配旗鱼的感觉好吃啊真的非常的。真的，不是挡住呢。绝对要的，给客人吃到最好是我们的哇，基本的要求。好，那接下来这个完了之后呢？来介绍我们的柠檬鱼。柠檬鱼。拍摄我感觉这条鱼啊，咱是讲，看我伫外口吃较无共款。较无同。对啊。这是什么鱼？敢知？这什么鱼？金目鲈鱼。金目鲈鱼，鲈鱼。是的。鲈鱼这高档的，感觉呢？就是高营养，低脂肪。我们用泰式的料理方式。但是我们保留它的料理方式，没有真正泰式那么的辣。对，因为我们没有吃到那么辣，所以它的口感都在。上面看得到香茅。对，柠檬叶有闻到。去看看它的口感。真的。味道还不错吧？不错。很鲜美。可是我觉得还可以再辣一点啊。当然如果需要辣的话，要特别跟我们讲。要事先讲。是的，我们正常出来的口感是这样子，因为不是那么多人喜欢吃很辣的东西。对，讲到这一点，我真的心有同感。我们希望给客人就是他自己要的什么口味，可以跟我们讲。对。我们因为每份都是现做，对，所以可以依个人来做调整。对。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火锅的部分。好，那这个火锅我看有枸杞，还有呢就是菊花，是的，另外还有这个是地瓜叶。地瓜叶，对，那是我们自己种的地瓜叶。对。为什么要介绍这个？因为我们这边吃素食的人口非常的多。这样子。所以我们有推出好几款的素食的产品。这是其中的一道。是。为什么要采用菊花？这是新鲜的蔬菜汤，去熬炖。蔬菜汤啊。蔬菜的汤头。去熬炖。是。看到它上面的汤非常的清淡。没有错。我们几乎接近透明。对。加上菊花的香甜。对。
对，那个枸杞是够把酒嘛，对。那菊花，讲到菊花呢，我们就必须要讲到它在中国的古代，不论是文学啦，或者是一些文化里面哦，它都是占有相当重要的一个地位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古代的时候，把梅兰竹菊称为四君子啊。是，所以真的在中国是非常的具有崇高的地位。但是呢，菊花是不能够随便送人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，会有一点那个忌讳，然后的感觉是。可是，在日本呢，我告诉你，菊花可是非常崇高的。是的，菊花是他们的国花。而且你看看他们的日本的护照上面是印菊花，所以你不要以为日本的国花是樱花，那是错的。没关系，我们没那么的崇高，但是我们可以吃到好喝的汤，汤头，很鲜甜呢。是的，有那个菊花跟那个枸杞的味道哦，尤其那个菊花的味道，好厉害哦，好香哦。是的，好像在喝菊花茶，好好喝哦。是。我跟你讲，光是喝汤头就够了吗？对，而且我告诉你，素食的朋友应该会喜欢。是。接下来是我们的重头戏来了哦。重头戏。真的是重头戏，看它这是什么东西呢？猜猜看。就鸡肉啊。有闻到什么味道呢？有一点酒香哎。酒香。什么酒？花雕酒。试看看。不过我知道花雕鸡啊，它是广东的名菜。是。而且重点是呢，在烹煮这个花雕鸡的过程当中啊，这个空气呢是会弥漫一股非常浓郁的清新的味道。当它这一锅端出来的时候，满场都是它的味道。对，花雕的醇厚，再加上鸡肉清新的一个味道哦，搭成非常绝妙的组合啊。这是先吃干锅。哇，很特别啊。很特别哈。它的味道有没有入味？有，非常的入味，而且肉非常的鲜嫩。不愧是广东的名菜呀。真的哈。先吃完干锅之后，对，吃完之后我们就开始加汤了。哦，就开始加汤了。我们要开始煮火锅。是，花雕酒要先呛下去。哦。是的。来，我们慢慢倒哈。吃完刚才原味再花雕酒再淋上去，再吃看看。再吃啊？对啊，当然啊。好啊。那味道绝对不一样。我吃它的那个菜，好不好？好。菜也一样是入味的。是的。还是夹到一块肉。都不一样哎。绝对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是不是有第二种吃法了？对，这是干锅的吃法。然后呢？吃完我们就是要煮火锅了。要煮火锅啊？对。再把汤加上去。加上去啊？是的。这是高汤吗？对。哇。然后开大火把菜煮滚，这些菜加入煮滚。全部都加入就对了。哇，又是另外一锅火锅。哇，怎么这么好啊？够丰盛了吧？一锅两吃啊！如果刚才先吃还没有呛酒之前的花雕鸡，再吃呛酒之后的花雕鸡，是不是变成3次了？哦，对啊。对哈。而且我告诉你，我想到这个饭可以下去保粥。对，那是在最后面。对。剩下的部分。对。汤头。那个真的保粥超好吃的。喝一下它的汤。味道又怎么样？
不一样哎。不一样哈。哦，对啊，那一锅3种吃法，好多变哦。对啊，而且绝对吃得很饱足。我跟你讲，这一锅真的划算，而且真的不贵。哦，我现在终于知道花雕鸡有那么多吃法。我之前在外面吃到的花雕鸡哦，不是这样，他就直接给你一个花雕鸡，还有酱汁这样子而已。对啊，他也没有跟你说要怎么吃。对啊，没有啊。有特别怕客人不清楚，我们上面还有花雕鸡。来，让大家看一下，老板他还非常的细心，还写的这一些花雕鸡的吃法。很细心哎，不是细心，是给顾客吃到最好吃的料理。吃到最好吃的就是要用这一种。前面这么多道甜点都是我喜欢的哎，怎么办？老板，你要从哪一道开始介绍啊？那我们就从我们的烤布雷介绍起。好，是我们法式的烤布雷。烤布雷啊，吃看看它的口感，上面有焦糖的。脆脆的口感，有幸福的感觉吗？好幸福哦！我只要吃到甜点，我就觉得好幸福哦。其实很多人都会把那个布雷跟布丁搞错，对，因为布雷它是比较绵密一点，它跟布丁是不太一样。我在你们的 FB 看到很多人都写烤布丁，就想什么是烤布丁？对，是真的是布雷，很多人都分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差别。好吃好吃，接下来那我们的拉花的拿铁。哦，老板，这是你自己拉花的？是啊是啊。哇，怎么那么厉害呀？因为我们喝一杯饮料，只是给各位有一个开心的感觉。哇，真好。不管它的味道怎样，光看它的图案就非常的开心了。因为你在外面哦，很少看到有人在拉花。是啊，说真的。通常我们端上这一杯的时候，客人会非常的开心。第一个动作，拿起手机拍照，然后上传 IG。是啊，我们上面的 FB 留言非常的多，都是我们的咖啡拉花。哇，这拉花真的很棒哎！你光看就会有好心情。很多朋友喝到最后，那个图案都没有破坏掉。哦，这样子哦。到最后那个图案都留在杯底。这一杯是什么？猜猜看。就是玫瑰花啊。玫瑰花。是啊，我们的玫瑰花是采无毒的花瓣，新鲜的花瓣摘下来熬制的玫瑰花。哦，玫瑰花酿啊，讲到玫瑰花啊，真的是可以养。我们不用市售的那个玫瑰花酱，而且呢，玫瑰花加上我们的气泡饮，喝看看。长期喝这个玫瑰花饮哦，可以去除一些皱纹啊、黑斑啊、雀斑啊。这气泡饮，怎么那么好喝？真的吗？是哈。有没有置身在国外的感觉？有，超好喝的。你知道气泡饮哦，是最近国内最近这2年才流行的，非常的风行，不是汽水哦。对，它是气泡饮。它是气泡饮，但是在国外其实很早就已经在流行了，很流行。其实它没有碳酸，对，它没有碳酸，它只是水打气进去。其实气泡饮哦，它是对于人体啊，比如说胆固醇啊，还有三高这一方面哦，它其实是有帮助的，它可以降低。对。好，再来一杯我们的美人拿铁。为什么叫美人拿铁？猜猜看，它是什么做的？猜猜看，看不出来啊。看不出来哦。因为喝的比较快啊。看看。我在什么物件？桑葚。哦，真的好厉害！这些桑葚呢，种在那个河体旁边，它是非常的天然，而且是不喷药。桑葚可以补铁啊，它有非常多的维他命，对，还有胡萝卜素，是，它可以补充我们的
对我们的皮肤的修复很好，而且它有无发素，无发素它会保护我们修补我们的头发。哦，修补头发，修补头发，我们很多白头发，其实多喝一点这个，它会延缓。哦，对，不会有这个好处啊，我只知道它有铁质这样子。很多，所以它喝起来就会有变漂亮的感觉。哦，有变美人吗？人，这是我们特制的咸派。咸派呀？是啊。哇，讲到咸派，我知道它的一些来源。它最早是起源于法国的洛林这个城镇哦，然后它本来只是一个地方的家常菜而已，就到后来就变成是法国人普遍的家常菜，到最后呢就变成法国料理的一个代名词啊。讲到这个咸派，你们里面这个馅是什么？我们有炒非常多的东西，香菇末、肉末。真的有那么好吃吗？吃看看。它里面的料不会柴柴的哎，而且它这个皮很酥脆，对，很好吃。有烤过头吗？没有。我最讨厌吃到的那个派哦，它的那个外面的这一层皮哦，这个塔皮，它是软的。软的就很不好吃。对啊，因为我们的塔皮是新鲜现做的，不是叫那种现成的塔皮，我们不用那种塔皮。真的酥脆。这些酱料都是我们自己调制。它的塔皮真的非常好吃，而且里面的馅又不会太干。它的馅，对，真的吃起来口感应该是好吃，蛮不错的东西。对哦。这道咸的我喜欢。接下来我知道千层派，知道几层吗？做这个很费工哎，也要几盏啊，一层一层的可丽饼堆叠，加上我们的自己做的卡士达酱。对，先尝看看它的味道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我先尝看看，我不会像人家这样一层一层吃啦。没关系啦，怎么吃都可以。对啊。幸福的味道。会很甜吗？不会耶，不会很甜。我超喜欢吃甜食的。我想到光是那个做的时候很费工哦，在搞缸哎，为了干嘛最后加。我们从做卡士达酱开始，到做可丽饼皮，然后去堆叠起来，做完超过4个小时。这几天调味是这样煎哦。绝对超过4个小时。好吃，真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谢谢老板的介绍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客气，谢谢维珍。有咸的，有甜的料理，大大满足吃货人生的我，太感谢老板的招待了，阿里亚多。虽说拍摄当天天气不好，也不是假日，用餐时刻人来客往，接踵比肩，挨3顶4，相信这里的餐点一定让人非常满意。想要来这边用餐吗？对，因为他在我家附近，然后我几乎1个月会来1次，甚至2次。只要朋友的聚会或者是说生日，我都带他来这边吃。通常这边都会吃锅，那我朋友们他们都会吃饭类，那不管是饭类或是锅类都是还不错，那蛮适合我们一般人的口味。是每次他约我说，我们都会来这里。对，餐点不错啊，他的锅类跟饭都不错。对啊，每次来都会吃意大利面，那今天就换10锅拌饭。对，因为这边比较像家庭的料理，所以他觉得气氛还蛮温馨的。他如果找朋友来，基本上都觉得吃饭不会很拘谨，比较轻松一点。想要有家的温馨感，又要吃到多样化的料理，相信这里可以找到您要的餐点。今天来到这里采访呢，我发现这边的氛围呢，不只是非常的家居风，而且还有很复古风。来这里用餐的客人呢，发现了很多的人呢，
都是这里的常客，而且有的客人呢还是会介绍其他客人来这里用餐哦。更重要的一点呢，是我发现这里的菜色呢都是物超所值，而且所用的一些食材呢都是天然的。再者就是他们的东西都是非常的高档哦，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惊讶。今天的天气虽然不是非常的好，也不是假日，可是很多人啊，让我真的觉得太不可思议了。可见很多这个忠实顾客假料的屌呀，真的非常感谢大家收看《放眼大台南》节目，我是杨维珍，再会。